谢生活对这水的献诗。啊，今日安尼落雨安尼无方便吼，啊，毋过真欢喜，咱会当三甲做来礼拜。啊，因为落雨，咱兄弟也落细哩，千万毋通跋倒吼，毋好吹狂，咱当心祈祷。之前嘅爸，阮为瑞做伙伫遮，当心要来亲近你的话语，有你的圣神帮赞，清心教示。下面的时间，去你的手中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日咱要来分享，要做伙来看这条的圣经是先知以利沙，伊伫亚兰的大将军吼。元帅乃曼的一个故事吼，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吼，先知以利亚的学生是属于北以色列吼北边的以色列国的先知吼。啊，当咱王长老所读的经文，大家已经有听到吼，就是这个元帅，这个亚兰王的元帅，亚兰国就是叙利亚，即摆的叙利亚吼。伫迄个时阵是嘛，最大的一个国家，胁迫北以色列吼，最严重。伊一个最厉害吼，最高烧钱的元帅叫做乃曼吼，乃曼。圣经讲伊是一个大勇士，啊，毋过伊生啥物？胎哥吼，就是咱讲的麻风病。即摆咱无咱咧讲胎哥，咱讲汉生病吼，汉朝的汉吼。生命的生哦，汉生哦。讲泰戈病，咱刚知影泰戈病什么款的情形？麻风病、汉生病，看起来一款的皮肤病对无？哦，会传染袂？安怎传染？接触传染吗？是毋是甲摸着？我害啊，我就变成麻风病啊，是毋是？不是啊，不是接触传染啊。哦，迄若接触传染，我就害啊。我因过拢伫乐神疗养院，甲遐麻风病阿公阿嬷做伙吼，好不是嘛？甲因咱做伙吼，伊是应该算血液传染的吼。啊吼，即款的病到末期吼，伊不只是皮肤烂，到末期伊末梢的神经吼，拢会麻痹去吼。所以，若较末端的肢体拢会歹去，啊，来截肢，哦，因常常因为麻痹无感觉，受伤毋知影，啊，毋知影你若较烧着啊，是去挂着，拢毋知影受伤，所以到尾啊，就拢感染最严重吼，就是伊规身躯会烂了了，就是啦吼。啊，这个大将军乃曼伊就得即款的病，啊，乃曼伊的。小女仆吼，查某囡仔甲讲，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查某囡仔吼，伊甲讲，阮拜以色列有一个先知，最高的，你若去找阮迄个先知吼，你这一定医会好。所以这个乃曼就甲亚兰王讲，伊要去拜以色列，啊，亚兰王就讲好，我会写回去。啊，这个乃曼圣经讲伊就带礼物去吼，伊带什么款的礼物？伊讲伊带银10他连得，金6000吼，6000是色克勒吼，6000啊衣裳10套吼。伊旧约迄个时阵吼，若讲北以色列南犹大迄个时代，拢没有钱币吼，无钱，没有钱币吼。物件伊若要做交易是义务啦吼。啊，是用迄个贵金属就是金或是银吼，做通货吼。啊，毋过要甲要甲制作真多钱币安尼吼。就是那亲像古早汉人的社会咧讲，啊银几两吼，迄是用称重的吼，不是一个钱币在那里。差不多伫耶稣的时代，也是讲主前900年的时阵，迄个社会开始较有钱币吼。啊。这圣经讲的他连德，吼，他连德就是后来因为迄 talent 吼，天赋迄个
talent 哦，啊个 scale 吼，舍克勒，迄唔是币值吼，迄是啥物？重量的单位。所以即马讲，伊舍克勒的是11.4公克，一他连德的是3000舍克勒。哦，啊圣经讲呐，伊讲伊摕银偌济，银有10他连德。哦，一他连德34公斤，34公斤哦，吼。啊，一舍克勒银子4天的工资，哦，伫约瑟迄阵叫卖，就是卖偌济，知影无？啊，约瑟叫因哥哥卖去是卖20舍克勒银子，哦。所以咱知影，这个将军带礼物是带偌济哦？他的银子，他要340公斤，哦，啊金子嘞68公斤，黄金用公斤算的吼，哦，迄介济去啊吼，啊个衫，啊衫起一干10领，跟金子比起来，遐济还是那衫干10领，哎，这是礼服呢，吼，这是介贵重的丝绸吼，这是礼服吼，就是讲，哎，这个乃曼是。哇，这贵重的礼物吼，来见迄个伊丽莎，哦，啊，毋过是安怎？伊即个王煞掠破伊的衫，是毋是讲摕10领尔，10领来家己的衫掠破，要摕个10领毋是啦吼？伊会惊来讲，泰戈杯较有可能医好势啦，哦，啊，即个叙利亚的王叫伊的将军。摕遐一个礼物来，讲要医好伊的泰戈病，安尼看起来就是要找代志，要来烧台啊，对无吼？要来甲阮攻击啊，伊这不法做伊的嘛，哦，啊，毋过迄个伊丽莎就讲来，叫伊来带我，哦，叫伊带来见我，吼，好，结果迄个伊丽莎叫乃曼讲，你着去约旦河洗身躯洗7摆，你的病就会好。啊！这乃曼讲什么？好，伊讲足受气哦，我逃得走，是安怎？伊讲啥物话？我掠做你这个先知吼，会伫我会奉耶稣耶和华的名，啊，伫我受泰戈病的所在顶悬摇手，哦，啊祈祷，安尼得治好我的泰戈病。这是一般那时候的宗教仪式，也是医治的仪式吼。伊掠做即个先知会安尼做，啊，结果毋是，伊叫我安那，竟然叫我去洗身躯，哦，啊，搁洗你约旦河，你的约旦河伊深怎会？阮叙利亚遐个河毋知是大条的河，恁即个约旦河那亲像水沟啊，哦，跟水沟一样。若要洗，我伫阮兜洗就好啊，伊就足生气就对。啊，毋过伊的老婆甲即个乃曼讲。讲妃啊，哦，主人，先知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代志，这困难的代志，你敢会去做？为着要医好你的病，先知若吩咐你去做这困难的代志，你一定去做。何况是啥物？叫你去洗一个身躯尔，你较袂去洗啦。好，啊，乃曼伊就去，就照安尼去洗吼，哎，伊的病就好啊。哎，那停到家哈，我们停在这里一下，看一个观念哈。这里会有一个状况哦，就是人哦，对任何的事，拢有一个既定的观念跟模式吼。讲台湾人要食饭，你手在摕啥？啊，碗箸啊，对无？爱摕箸嘛吼。啊，你着食饭，你着想着摕箸，毋过吼，即摆囡仔毋是呢，即摆囡仔摕啥？啊，拿叉子就吃了吼，摕箸伤麻烦对无吼？我们都有既定的经验哦，尤其是宗教的行为，咱有这轻这硬哦，啊这雕剔的迄款的模式伫遐吼。举一个例，我讲一个迷思吼。就是咱会去想讲，我得爱照一定的方法去做，
安尼上帝较会欢喜。哦，因为正常拢是安尼。哦，咱宗教的经验是安尼，哦，宗教的经验、行为经验是安尼，咱来照这个方法去做，上帝较会欢喜。哦，神帝叫咱嘛去洗身躯，伊感觉无，感觉这无效，伊感觉来照一般的做法。哦，来奉摇摆名，哦，来伊破病的所在举手，吼，摇手啊，祈祷，安尼较有效。神帝叫伊洗身躯，伊感觉足奇怪。哦，比如讲。伊遮讲的吼，了做安尼较会好势，啊，毋过竟然叫伊去洗身躯，吼。伫咱汉人的看法，啊若喜事在啥物洗？啊若伤事咧，黑色、白色，对无？啊若初一十五咧，啊，哦，咱遮基督徒拢毋知影哦。初一十五在安那？爱食菜啊。啊，若初26嘞，爱拜拜，上礼拜初26，做生理的礼拜初26，所以时间到，迄个物件就摆出来啊，迄个时到，咱要做的代志拢一定的，哦，拢袂走前去，哦，好，啊是我抢着啥物货规定，拢规定啊，做清楚对无？哦。每一年开始，就是介一个家庭就去买一本啥物历啊，农民历吼，伊甲每一工拢写出来吼，啊啥物代志，啥物时阵咱做啥物代志吼，后台拢做遵守的。各位同学，咱刚知影农民历上下，作者是谁？无人知影吼，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啊，大家心啊要死吼。好，咱咧笑这民间宗教的人拢安尼，哈，他们的死脑筋。认为宗教一定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啊？你吼，哎呀，咱基督徒咧，各位兄弟，咱嘛有共款呢哦。啊，若做礼拜就一定安怎？迟到。啊，一定迟到。迄是咱过年到的尔吼。啊，做礼拜大家有啥物款式吼？大家做啥物代志？大家安怎？有没有既定的模式？有无？啊若咧，啊若讲道咧？讲到无事来徛头前，吼，来做标准，啊，拢袂使问问题对无？哦，这个淡薄数拢知问问题，无人要插话，吼，哇，拢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吼，啊来咧，啊圣歌队的想到圣歌队的想到啥物货？哦，想即款，穿丝袍啊，搁戴个领巾吼。是惊啊，惊物件留落来是无？吼，好，一定得安尼啦，是毋是？啊，若祈祷咧，就一定安怎？按头，吼，祈祷是安怎按头？各位兄弟，祈祷是安怎按头？习惯啦。啊，祈祷是安怎把手摕起来？啊？较会专心吼，其实我祈祷目睭摕起来拢袂专心，我来看目睭拢紧紧哦。啊，我记住伫美国一届，伫美国礼拜做诗会，我就祈祷，目睭紧紧祈祷。啊，礼拜煞吼，迄牧师甲我讲，思豪啊，你今日诗会足好足赞，啊，毋过吼，有兄弟姊妹甲我反映讲吼，你祈祷袂使吼，目睭紧紧啦，目睭来紧来。祈祷袂使目睭紧紧嘛，啊，我就甲牧师讲，因看知影我目睭紧紧，哦，因一定是目睭嘛紧紧，毋则看着我目睭紧紧。哦，祈祷一定来安怎啦？咱有一个观念伫遐吼。啊来咧，好的祈祷徒就一定安怎？会做啥物款的代志，对无？吼，啊是讲，哇，礼拜堂就一定爱起啥物款，是毋是？我们都有一个既定的模式伫遐。各位兄弟，会去这个奴仆吼，这个仆人讲的重要的话，伊讲吼，先天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代志，你敢袂做嘛？何况是今日，敢若是叫你洗一个身躯尔，你竟然咧受气目头就走。这是第一个迷思吼，刚刚那个第一个迷思就是咱拢会哇，
发生什么事情？咱拢会抓做，一定要照一个模式去做，上帝较会欢喜，是不是？敢是安尼？其实无一定是安尼吼。才有第二个迷思，我着一定要做什么大代志，上帝较会欢喜。迄个乃嘛就是讲，洗一个身躯尔，安尼病就好啊。敢袂伤简单去啊？可能我就爱做较侪代志，安尼上帝较会欢喜，甲我医治嘛，是不是？你看伊带遐尼大的礼物来，就是即款的心态。吼，我要病要好，吼，我得做这侪吼，这侪代志吼，啊，做出力的代志，安尼上帝较会欢喜，毋是安尼哦？是毋是？讲着要献身互上帝，就是做无事，敢安尼？敢若做无事，较是献身互上帝。啊，是毋是敢若长老这事，较是重要的服侍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是毋是吼出去起一个礼拜堂，较是听上帝？这种代志拢有大条无啦？各位兄弟，这拢有大条无？毋过咱思考一下。伫乃曼这个故事内面，伊无做迄个伊丽莎无要求乃曼这个大将军去做啥物最困难的代志，伊干那叫伊安怎？去洗身躯、洗膝盖，伊会病就好啊。所以啥物款叫做献身互上帝？顺探上帝的命令，顺探迄个旨意，才是真正的献身互上帝。无论你是做牧师、做技师、做长老，啊，你做圣活队员，啊是你病倒伫遐叫做病信徒，无论你是啥物款，你有顺探，迄就是服侍；你有顺探，迄个服侍就是介重要的服侍。各位兄弟，咱无一定爱做啥物大代志，较会当伫上帝面头前得到伊的重视，得到伊的欢喜。检菜，咱好好啊，备办心，做一个礼拜，较早来，互咱有一个备办的心。细细一件事，嘛是最重要的服侍，是毋是？你讲你做招待。你较早来的，甲咱的会场整理一下，款一下，这拢嘛是礼拜内面最重要的服侍。毋是你一定来徛讲台，你一定来做诗会，你一定来伫圣乐队内面唱歌，这较是最大、最重要的服侍。各位兄弟，毋是安尼。咱看乃曼这个故事。伊讲，即摆佫剩一件代志求你会当了解，就是讲乃曼知影伊若好了后，伊转去，一定需要陪伊的王去拜拜。伊讲，当迄个时阵，我用手甲牵，牵伊去拜的时阵，我的身躯嘛会安怎？我嘛会拜落啊，毋过这毋是我真心的，因为我来陪我的王去拜。伊讲求上帝了解你的路步，这件代志，请上帝来求，请上帝来了解。伊丽莎安怎讲？伊丽莎没有废话说，干那讲安那？你通平安去。各位兄弟，我因过看这个故事，无去想到这个代志。咱做基督徒，第一代基督徒。尤其是一寡新妇第一代基督徒那伫厝里，会互遮个长辈强迫去生活，拜偶像的情形，是毋是？拢心内拢做八百个，到底是要拜还是无爱拜？到
到底是坚持我的信仰，甲厝里人冤家咧，哦，还是讲哇，安尼委曲求全，哦，啊，介先去背叛上帝安尼吼，其实今日这个故事有互咱一个新的想法。这个将军，伊知影伊的王一定会要求去陪伊去拜，去庙里面拜拜，庙内面拜拜。啊，毋过伊心内知影，干那耶和华上帝是唯一的真神，真正的上帝，伊并无要拜另外一个上帝，所以而且伊求了啥？伊丽莎互伊即款的平安。伊丽莎互伊即款的平安，所以全部的故事，各位兄弟，咱爱抓条一个重点。有当时啊，咱做重视迄个表面的物件，那个表象，咱敢要知安怎做，较会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咱敢要知做一寡最重要、最大的代志，安尼才是真正的服侍。甚至伊丽莎讲乃曼将军，你会当平安，甚至是你陪你的王去拜拜。毋过伊知影伊的心是干那耶和华尔，伊嘛互伊即款的平安。各位兄弟，咱今日正做现代的基督徒，咱是毋是嘛有即款的迷失？乃曼的迷失，认为讲我在做。我想象的基督教的信仰一定在做什么款的代志，上帝较会欢喜。啊，我想象的好的信徒，委身的基督徒一定爱拼什么大事工，安尼确实真正重要的服侍。啊，是讲我要遵守所有表面看会到的这行为。安尼确实没有背叛上帝。各位兄弟，这个乃曼的故事对咱有大大的提醒，甲教示，互咱的心胸会当较快。无论是对别人的要求，还是对家己的要求，看重迄个真实的内面的，赢过看重迄个外口表面的，当心来祈祷。即时会被求你倒来，求你的信心帮咱，求你互阮知影，你所重视，你所欢喜，阮正做基督徒性命的款式，帮助阮，毋通受到外口表面遐一切袂个，毋通干那要做，互世界看到阮表面上是一个敬虔的人。互阮知影，你所重视，你所欢喜，是阮的心、阮的态度、阮内面、阮所期盼的一切你，要献互你，求你来引带。阮有多需要改变的所在，啊，毋过阮知影，阮甲你结连是有嘛，祈祷互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